今年咧關稅大戰咧係我哋全球大家都覺得好緊要嘅一件事嚟嘅。究竟係人哋成日都講啊，究竟係東升西落啊，定係西方如日中天咧咁樣？嗱，以九運嚟計咧，其實好大機會咧就係東升西落嘅，就係我哋東方慢慢再一次崛起。嗱，咁有啲朋友都會問師傅，其實中國曾經係幾時崛起過咧？大概喺我哋講上一個元運嘅時候咧，即係如果九運前再上一個九運前咧，大概180幾年前。咁當然就係嗰陣時已經係即係清朝嘅前期，係佢最輝煌嘅時期。但係當然啦，大家都知道，隨着佢中晚期嘅時候就慢慢衰落，就會由西方嘅崛起取而代之。咁我哋有時成日都講玄學就好似一個朝代循環嘅一個理論一樣，有高有低。好啦，咁如果2025年係乙巳年嘅話呢，我哋都係一個木火嘅年份。所以如果以經濟嚟計，或者有啲月份大家要留意嘅話咧，通常都要記下一啲月份會受到影響嘅。譬如就係話嚟緊嘅農曆4月，農曆4月我哋叫做太歲月，因為今年係巳年，如果巳月嘅話咧就叫做太歲月，咁所以我哋都會留意啦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新月，新月就係我哋成日啲師傅講話，出邊啲師傅都講嘛，師傅我自己都講就係農曆7月如果出外旅遊，自己要小心啲。點解啊？因為巳同申係合刑嘅，合刑嘅話容易有意外災飛，或者有啲真係我哋講嘅天災人禍會發生啦。咁另外仲有一個最緊要嘅一個月就係農曆10月嘅時候。咁點解有啲人成日都會講1470？咁1月已經過去咗啦，咁當然就已經壬子刑已經過去咗啦。咁仲有個10月，10月就因為巳亥相沖，我哋叫做沖太歲嘅月份，咁一定會有呢啲情況，會我哋講嘅天災人禍就繼而發生啦。